黃毓民議員咩問題？嗱，我喺上個禮拜五咧一早已經預告你老人家咧今日就嚟料噶啦。你係咩規程問題？前邊嘅嘢全部整縮整水，你扶同港共政權打擊一個民選嘅立法會，你可恥！黃毓民議員抗議共產黨，規程問題。黃毓民打倒共產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無恥，黃毓曾鈺成無恥，曾鈺成無恥，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曾鈺成無恥，曾鈺成無恥，港共政權打倒共產。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。點解唔即刻停啊？嗱，我抽個後邊腰，我腰痛嘅。點解唔即刻中止辯論咧？夠膽整色整水，打倒共產黨！